王雪良，你无代无志来阮这个军营，到底是要创啥？你既然都已经来啊，若有话你就规气甲讲的就好啊。你无代无志，就去抓伊受气，你明明是在讨皮听的嘛。连大将军酒退，也是精神无？已经困了，天更才精神。算你歹运。伊讲安尼啦，你要来找阮大将军，拄撞着伊食酒醉，话还袂讲，就去互人甲你赌一暗食暗，明明是你家己说，佮讲阮将军歹运，你实在有够惨。兄啊，后摆你袂用佮讲我空啊啦！迄空的人是伊，毋是我。即摆这个外号规气爱送伊，你，哎呀，你闪开啦！王雪良，我看会出来，你敢若有规巴肚内话伫要讲，只是因为你这个骹骨受伤，唔甘愿讲出来对。恁两个比起，算你有加巧真多。当然的咯。你看遐了，伊这内底吼，拢是字呢。伊这腹肚拢全高呢，伊是有学问的人，你知无？而且吼，伊是我的招牌呢。好啊啦，你较掂咧啦。王雪良，其实阮将军会甲你刺伤，是因为伊食酒醉啦。会用的算讲你也较歹运啦，你都莫将这件代志甲伊放喺心肝头。对啦，安尼啦，你将要讲的话吼，就安尼甲阮讲，安尼你想啥款？嘿，对。哎呀，你闪啦！我甲你讲，你甲阮两个讲吼，甲甲将军讲拢同款。我连庆瑶，伊若是酒醉精神的时阵，我家己来见过，我立刻就离开。伊这世人，毋免想要搁见我的面。两位长官到早。前庄甲当还袂困，免讲嘛早。小水，大将军起来未5起时阵就起来，即马吼，当伫咧烧气哦，伫咧心目着咧感谢。你看咱将军哦，做军足歹性地啦。即马当咧受气吼，咱两个若是将王雪阳的代志甲伊讲，若无去互妈才，我才毋相信。两可卖较顺，莫讲。安尼嘛是有理的，无规矩，等伊若气较消的时阵，咱才来讲。对。莫吹，但是你做两间，交结了罗布庄丹丁，因乃领兵攻打你洪兴，便将了成这场的战会。你到现在知罪无？我不服！哼！连庆瑶，你无证无据，凭什么要将我治罪？哼！骗我是连庆瑶。来哟！在。阿出张手！你下。你敢若阻止？大将军，出人出心咯，有兵源，兴是君王，坎坷山。皇族之人，你切莫斩迄个皇上怪罪啊！随承担，哼，皇上怪罪，我承担，伊靠我平定大西南。
军啊，我奉劝将军啊，色雷霆，处人应该着爱改的真经。听候风声来处理，此时暂时啊是不来。什么？我连无军令哦，谁敢为我大事奉命三分贵？若假多言该当斩，我这声下令斩要报吹。来呀！将报纸押转朝廷。是。别去咬，我护你。来府的面，爱伊晓的为主心。你万期大将军，事无忌世亲文顺，早夜酒醉为咸顺，早已梦外苦言论。好的故乡管理寒，苏家松也家欢，渐渐擦擦又凉凉，那也土地昂酸哟。你竟然让我白白等你这么一日，你无可能唔知影我伫咧等你。阿斗阿叔一定会甲你讲，分明是你故意唔插我，不计前嫌送批人，是为着要救你的性命，你却这样对待我。林庆尧，你光芒骄傲，草菅人命，我又何必逆天行事，费心来救你？上次我王雪良退运电了，不问世事。
连庆瑶言语犯上，行事过分。我卡斯若是照造命方向者，日后会全部变成是伊的罪状。我袂用去照实写。你是咧干是我是？无这个代志。伊分明是伫咧监视我，看来皇上伊并无信任我。连庆瑶的代志，我若是无照明者，上随伊也会变走。到迄个时阵，阮表亲佮大哥的性命着。上水，要无你是有啥物代志哈？翠妞，你别担心啦，拄则我已经拢查好势啊。这座将军府遐尼大座，内面敢若有一个仆人尔，伊拄仔出去。这个府地当起好尔，而且夫人甲仆人拢还搁伫咧四川，都还搁半个月才会来这个西陵，所以才会感觉加足痛快。哦，啊庆瑶咧？伊伫咧军营的内面。对啦，翠娘，离开京城了后，你是去倒位？连大将军，伊虽然无讲，也毋过我看会出伊心肝内一直伫咧思念你。我是去找王雪阳，也毋过四界拢找无伊。为着道义，我一直感觉我是应该照顾。翠娘啊，你哪会这尔死脑筋啊？王雪阳也毋是囡仔，伊家己袂晓照顾伊家己哦。佮再讲，已经经过这尔啊久啊，伊若要死早就死啊，啊伊的伤若会好，嘛早就好啊。佮再讲，你为着伊，袂当甲心爱的人相守，你哦，你是有够戆的你。哎呀，你莫阁埋怨我，我已经是有清楚啊，所以我毋才紧赶来遮，要找庆瑶，要。魂秋，紧走！魂秋，你还搁伫咧替阮情监视连庆瑶？魂秋，你伫咧京城亲口甲我约定，我若莫揭穿你的身份，你永远都无要做对不起连庆瑶的代志。即马，你是毋是要食言？翠娘，我安尼做是不得已的，不得已。此信我写写又甜甜，说有情会为咱在心间，记得满意发现你的踪影，也已向皇上来奏明。你救我，那安尼，伊哪会肯放你干休的？伊阴险古早，世间小，又怨命我来监视连庆瑶，伊只将阮大哥。实在太危险！水娘啊，阮大兄的一生罪恶多端，也天理报应本顺关。我只惊连累阮母亲啊，成罪。
身体利用为难。分手也你无悲伤啊，无烦恼，予我到边城来待呀咯。我偷偷来去雨伞，古白了，花转原是远方，原是来远方。若你若出面，搁去互掠去咧。袂啦，就凭我的身手，伊遐鸟艺要掠我，无遐尼简单。有再讲，阮总以为我已经远走高飞，所以伊要掠我，就无掠到遐尼严。多谢你，安尼一日来，你就袂当甲恁大将军相守啊。分手以后日子还阁足久长的，那就急在一时咧。啊无，我紧来去。翠儿，多谢你，你的台湾大德，我无以为报，只有是真心帮助连庆阳，并且为你甲伊祈福，但愿恁会当早结连理。小哥的啊，我你到底是安怎哈？一个面安尼油甲甲安尼，唉。啊无甲你问还阁好，一个甲你问了你煞气喘。啊，莫安尼一个面油甲甲啦！你若是有啥物困难吼，你尽量讲出来，大兄我会替你吼解围啦。毋管是天若是落落来吼，伊会替你怎安尼去甲舔咧？迄天若是落落来，阮这矮仔人缀袂着，上衰的就是恁这个落骹的，就爱去吐。上辉啊，无你到底是啥物意思啦？哎哟，敢若大气喘袂，你一个面敢若苦杯咧。两位总管，拄则来咱军营中找将军迄个美人，恁有看到？好，你是咧讲迄个蒙古郡主？有啦，哪会无？都两蕊目睭大大蕊，啊一个喙是安尼遮细啊！若讲伊有偌水，伊都有偌水。当你嘛好啊，当你嘛好啊，安尼。安那啦？规世人若拢毋捌看到查某囡仔，嘛免安尼。当然是环保啊，两蕊番仔肉安尼青紧紧，啥物咧圆滚滚，吼啊！伊一个高臀，你所讲伊喙一针仔囝，哎哟，你嘛拜托咧。哎呀，无爱甲你讲啦。上辉啊，啊人伊是要来找咱大将军的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啊你哪都安尼住遐直直喘，直直喘。我担心大将军会将我留在军营中。哈，我发现迄个女子言行不正，妙是大义不贤。嘿啊，是。彩丽郡主，你现在会来以什么用来讲啊？
林大将军。戏水呢，为了王雪用，一定毋经答应受我的婚事。敢讲我连敬瑶就无法度无着比你搁较水的姑娘吗？林大将军，你到底是要答应啊，毋答应嘛？好，我答应你就是。